好啦，鄉親繼續來看這個台北市的消息。有民眾3天前下尾暗暝5點外，駛車駛到民權東路2段巷仔底，常常聽到一陣的爆裂聲。落車來查看，看到後邊的擋風玻璃竟然裂開，敢若是去互彈到。到底是有人咧刺青，或者是惡作劇的？講最近哦，唔是敢若發生這件爾。即擺警方是調監視器，嘛查訪到店家住戶，要釐清案情。民眾車駛入來民權東路2段92巷，無到20秒，雄雄聽到聲音，後壁擋風玻璃鏡頭竟然出現一撮一撮壁損。當時後壁也有車，伊發覺到無對人，隨停落來查看。車道的擋風玻璃規片裂甲像蜘蛛網共款，中有一孔，疑似去互槍擊彈到。車主第一時間先打電話報警，佇車附近四界找找線索。除了額頭看樓頂的面體，也拿找看賣啊，敢有槍擊落去頭殼。他們就是看起來不知道是空氣槍還是什麼塑膠彈打到一個這個痕跡，然後它就有一個碎裂一個很均勻的一個這個破裂的那個痕跡，就感覺就是有一點點危險啦。如果說是這個有人隨機的話，代志都發生在落做節下晡5點外上港市場的附近。車主一落車，車就已經變安尼，敢是隨機射擊，互伊真驚狂。而且聽講最近真接發生。該駕駛向警方聲稱，近期與他人無糾紛與結怨情事。目前警方已擴大調閱周邊監視器，並查訪附近住戶與店家，收取相關情資。警方隨趕來現場處理，調附近的監視器，因為邊仔就是上港市場，附近車來客去，到底是有人咧刺青，也是惡作劇？萬不知共拍到是要安怎才好？警方積極追查，避免出現後一個受害者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